是第1号。哦，第1号被国民党罢免的就是他，因为他们太恨他了，太讨厌他了。高雄看表对吧？好，我现在在告诉大家，我眼中看到的罗智强，除了你们看到他论述好、敢冲、敢拼、敢打之外，有经验之外，我最心疼他的是，他不是正2代，他没有富爸爸，他就是一个爸爸妈妈都很辛苦把他抚养长大的孩子。他的哥哥也因为要减少家里的开支，送到士官去当兵。很多以前这样，对不对？我哥哥嘛是士官长，因为我家生了4个孩子，爸爸抚养不起，哥哥国中就送到士官去，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收入回来帮忙家里。志强的哥哥就是这样，所以志强是在一个非常困苦的家庭环境出来，一步一步磨练他到现在这个样子，所以他非常的善良。韩国瑜公开说，我们罗智强是什么？有正义感，我同意。